城大工學院係創新同實踐嘅搖籃，我哋唔止有得學 AI 機械人，仲有航天工程，仲有好多唔同嘅課程㗎。等我帶你哋一齊嚟睇下啦！城大工學院提供專業工程教育，同時結合世界級高質素教授帶領研究，培育未來工程領袖。工學院從事變革型教學與研究，涵蓋範圍廣泛，包括建築學及土木工程學系、電機工程學系、機械工程學系、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以及系統工程學系。AI 機械人、航天工程及探索、核能源等都係未來嘅趨勢。硬件同軟件嘅知識對同學同樣重要，其中機械工程學系涵蓋機械工程、航空航天工程以及核子風險工程。現今世代進步得越嚟越快，不斷創新，同時科技滲透生活每一個角落，各個領域都渴求機械工程嘅人才。學生亦可以參與實驗室研究同海外交流，運用課堂上學到嘅知識，提升解難能力同國際視野。學校嘅研究室有最新嘅科技設施，再加上提供創新創業基金，充分提供創科研發嘅機會，支持同學實現夢想。如果你有興趣成為一個工程師，城大工學院會係你最好嘅選擇。